来看新竹县消息，新竹县德北市社区起无案件，都未经过一段路，昨暝9点左右，离社区较有100公尺仁义路又有老假树。消防人员检测发现，讲现场假树的浓度捌称到2万 ppm， 住伫附近的人拢未困。消防人员赶紧就喷水降低空气中假树的浓度，更加出动这个排烟机赶紧通风的速度，一直到早起1点半左右才恢复正常范围。是讲连续咧老假树呢，或者德北市的市民真正是未安心。消防人员由水线为门口的方向抓水，因今仔日的任务不是拍火，是透过抓水来降低空气内底假水高度。因为浓度还蛮浓的，所以铁门没有办法开。瓦斯的部分阀门都已经切掉。现场的铁门架高落来，消防人员由水线把出动排烟机，让空气流通。第二次昨暝第一日假树布在社区，无到100公尺仁义路个假树拾到。伫暗时9点半左右，假树的高度高约2万 ppm， 数字是关到惊死人，和民众拢真歹困。会很紧张啊，我们都不敢用瓦斯，我们都不敢用啊，我们都把它关掉啊，对，很少开火。9点多经过就有闻到很浓的瓦斯味。那会不会很紧张？多少会，毕竟前天一直在发生气爆。经过2点钟，假水高度总算降到130 ppm， 直到昨暝1点半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同款嘛是受到压力云端，和假水广线落去，规德北市的市民心惊胆吓，大家拢无法度放心。所以从昨天开始，大概每天都有40位左右的技术人员，瓦斯管是不是安全，有没有脱落，瓦斯表是不是正常运作，还有大楼外部刚刚看到的这个紧急遮断阀，这些瓦斯设备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作动？因为这摆压力无正常，真侪设备拢有涉到的风险。即马假树公司嘛含真侪公司做全面安检，互德北市市民拢困得入眠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